来，继续唱歌啊！他们的歌还很多。好了，我下次给他们穿漂亮的衣服了，这样比较像偶像。可是我现在口渴了，刚哥哥喝就好啊。朋友，哎，没有朋友。你们有吗？有。很好嘛。没有的话去那边拿没有关系，可是要钱。这边的都可以拿，真的都可以拿，可是要钱而已。要换金牌的啦。他们都未满18岁不能喝了哦。如果你们想要敬酒给他们的话，他们会收，因为都会放到我这边的，所以尽量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鼓励年轻人，就是，多做事少喝酒了哦。酒可以啦，酒是很久的朋友了，跟原住民做朋友很久了，但是不要天天跟他在一起，偶尔就好了。对，该清醒的时候还是要清醒哦。对，这是我觉得，但是朋友在一起，酒都是一个分享的，我觉得是食物了，饮料这样，不要太过于沉迷哈，各位。对，真的很多啊！如果太沉迷的，请捐给我，我来做分配。我以后接管线，大概一天会供应个30秒给你们。突然青年就会歌，献给各位。